住我去讀香港歷史。今日我哋講嘅就係徙置大廈嘅歷史咯喎。徙置大廈咧就係咧政府批發俾石硤尾火災嘅居民咧，俾佢哋住嘅地方。佢哋咧就一定咧係5個大人，然後咧未到12歲嘅小童咧，就算0.5，即係半個人咧，半個小童啦。有2個12歲樓下嘅小童先叫做1個大人喎。然後咧嗰啲政府咧點解會將佢變成 H 型咧？咁樣咧 H 型，因為咧會起得容易啲啦。然後咧，你有冇聽過咧？嗰陣時佢哋玩咩咧？即係60、70年代嗰啲咧，佢咧就會用花露水啊、雞毛掃啊。你有冇聽過藤條炆豬肉咧？就係用嗰個雞毛掃啦。仲有咩咧？花露水係以前咧嗰啲香水嚟嘅。然後咧，佢哋玩咩咧？嗱，唔係去玩迪士尼啊嗰啲嘅喎，佢哋係去荔園啦，荔園。然後咧就係公園樓下玩啦，然後玩踢毽啊，然後睇公仔書啊，即係而家講嘅漫畫啦。咁咧，你對中國史或者香港嘅歷史有興趣嘅話，記得 follow 我啊嚇！我叫做 Caitlin Yew。然後咧，我咧就係拍緊呢個排球少年特輯啦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，記得撳埋我下面個小鐘仔，同埋記得訂閱哦。拜拜。